見到呢個畫面咧，就知道又要動小手術啦。咁啊，多謝客人嘅信任啦，就揾我升級 Eversolo A6 Gen 2嘅電源。咁呢嚿咧就係升級電源啦。除咗個電源係用料靚之外咧，仲最緊要係條排線啦，同埋個 fuse 位嘅，因為原裝 A6 Gen 2咧係冇得換 fuse 嘅，咁啊呢個升級電源咧係可以俾你玩埋 fuse 添。呢位朋友咧就非常之捨得啦，換埋一條 SR 嘅 fuse 落去，咁翻到屋企開聲咧個效果仲好滿意添。咁如果你想交流下 A6 A6 Gen 2甚至 A8 升級電源嘅方案嘅說話咧，係可以 WhatsApp 我91913844嘅。